新北市消防局买2台急救的训练机，已经伫2020年的7月份启用。当时的市长这个侯友宜佫捌来实际操作去推广，即嘛周刊伫报讲啊，这个标案最后是以996000块得标，不过这台机器其实是中国做的，介绍敢若国标金额1/3尔。更加积极讲，这个机台呢有这个镜头，有可能输入人民的个人资料，连线到中国系统这个问题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新北市消防局是回应讲，这个标案无限定讲制作的地区，伊只规定有公开招标甲验收，再加上这个机台无连线功能，所以讲无影响外流的问题。开始啊！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两支手从学着大力介持，照因无指示来控制力头含速度，发生啊练 CPR 姿势。这台 CPR 训练机顺回新北市真济间学校。109年1月启用，当时新北市长侯友宜搁捌操作推广。今麦到周刊报道这期，讲这机器根本是品质真歹的中国货。教学的影片内底出现简体字，周刊报道这台训练机是中国做的，消防线验收通过。依照109年的采购案，每也以996000块得标。不过，以下消息的人提出资料，讲机器实际上2台超新台票31万，敢若得标金额的1/3。嘛，这期迄饲落去的模型开纳入去，机器检修买使用特别的工具，才会当拍开机台。机器内底设的镜头，嘛怀疑会泄露个人资料，影像恐吓去中国连线去。观看影片后就能自己练习测试。不过透过操作的画面，会当看到不是简体字。商局回应机台已经修理过4摆，若有问题都能随修理服务。机器嘛无连网络功能，镜头嘛无翕人面的记录，佮加上这件招标无限定制作地区，拢有照规格伫咧验收。招标敢无问题，商局正面回应。CPR 训练机卖继续伫咧学校提供学生练习，希望这条招标会会当互更侪人伫咧要紧的时机救更侪人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